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自從咧我同老婆結咗婚之後，生咗小朋友10幾年嚟咧，我都好少帶佢出去單獨度過蜜月。咁今日咧，藉住過嚟呢邊馬來西亞去採集榴蓮嘅同時咧，帶佢過嚟呢邊度蜜月，順便去了解一下我哋馬來西亞當地嘅榴蓮鮮果市場。老婆上車，出發啦！我哋而家去果園。大家可以發覺到咧，呢度馬來西亞天氣特別靚，但係要注意防曬啊，因為一年四季咧好熱啊，咁啊所以見到啲當地嘅人咧都皮膚比較黑嘅。咁另外咧，大家有冇發覺啊？呢一邊嘅車咧都係油軚嘅，同香港嗰邊咧係一樣，知道冇？好啦，經過1個鐘嘅長途跋涉咧，我哋終於嚟到呢度榴蓮山種榴蓮嘅地方。呢位生準備攞把刀嘅。哦，開榴蓮嘅，原來係咁樣。嗱，我哋要親自摘落嚟，親自開，有冇親自食？夠新鮮啊嚇！呢啲樹都好老喎，嗬。大概20-30年到啊。老樹出嚟嘅果先靚話。係啊，老樹先靚啊，品質靚。要幾多年先可以結果啊？好似呢啲咁嘅樹啊？正常嚟講，你新種落去個樹。新種落去大概都要10年到12年先去整到嗰個品質靚啊！上邊幾隻就榴蓮 BB 啊，樹上自然熟，唔會落到地㗎。因為熟咗之後咧，瓜熟蒂落咁樣就咁跌落嚟，咁然後撈住，咁啱有隻榴蓮 BB 啦，咗啦，咁細隻都熟㗎啦。你開俾我睇睇好冇？嗱，見唔見到個頂啊？係啦，佢唔係平口嘅，大家見到嘛？平口咧就係用刀去切嘅，呢個咧就係自然脫落㗎啦。新鮮滾熱啦，即食做嘅。好軟喎，摸起身睇下。我呢個樹上熟咗之後咧，個肉咧就比較硬啲嘅，咁剛好48小時之內有效發酵。都軟糯啊，真係軟糯啊！拍死隻蚊仔，所以點解我要着長袖衫、長袖褲咧？係咪？就要着埋長襪咧？因為上一年過嚟，我對到好似成隻蚊蟲咁啊！仲着唔着裙嘅？呢一啲咧就差唔多熟噶啦，呢啲係啱啱好啊，大概係3斤左右一隻，見到嘛？放心望 BB， 初步估計6月份就可以。6月尾啊，7月頭啊，俾過去咧，成20幾個果，幾千銀噶啦。呢個熟咗啦，我哋鄉下咧地上執到咧就屬於執到嘅，所以自己又可以帶走。嗱，呢一啲咧就係跌咗落地嗰啲咧，你冇睇佢邋邋遢遢啊，冇爛噶。呢啲咧你就係可以自己帶走噶，係啦。咁喺網嗰啲咧就係屬於人哋嘅私人財產，冇人領影。我地上執到寶啊！呢個就俾翻你啦。Here you are, you are welcome。嗱，呢兩位兄弟咧就係呢度嘅山頭之王啦，專門守護呢片山林嘅。就預防有人哋偷榴蓮嘅。我咧上一年咧過嚟學咗2堂馬拉文，我嘗試下同佢溝通下，睇下佢聽唔聽得明。Hi boy， 不能到哪 ？Come on， 我聽咧嘅，係咪？英文咯，講不到這個，講不到這個。屌你阿媽，佢聽唔明。我呢隻係咩品種啊？呢個 D24。嚟 ，BB， 食飽啲啊！喺國內好少食到咁新鮮嘅。係。味道啱啦。俾錢。俾錢。